神嘅計劃咧就係透過教會啦，一齊去被呼召去參與喺裏邊嘅。雖然我哋係好軟弱，但係咧佢好願意咧，我哋參與其中，去揀選咗我哋呢個群體。佢由亞伯拉罕、以色列到今日整個教會，要成為咧萬民嘅祝福。神差遣教會話：你哋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。教會唔單單只係一個堂會嚟嘅，而係我哋係被差遣出去嘅。神使用咧各樣嘅角色唔同嘅人，有人去啦，有人被差遣啦，有人祈禱，有人接待，有人喺職場見證，其實全部都喺呢個計劃裏邊嘅。我哋唔係為自己設計一個教會計劃啊，先至請神嚟到簽名認可啊，而係咧我哋要對齊神嘅宣教計劃，問下主啊，我喺邊一格裏邊呢？我哋係應該要問喺呢個宣教計劃裏邊，我覺得自己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做？例如我可能我去到前線參與喺呢個嘅宣教工作，我可能係同神一齊去差遣有更多嘅人，我亦都可能咧可以係禱告，又或者咧我可以去接待同埋支持唔同嘅人。